大家好，我是腿姐。今天用手在这里拿着手机给大家拍，有点抖啊。昨天跟大家说了，今天群要开闸，还是有很多朋友响应，还是想进去哈，因为名额也不多啊，名额也不多，是免费的，大家不用担心是收费的。所以今天赶紧去申请，就是要大家去女生池冒个泡哈。那么女生池呢，就是在我们经常聊天的那里，什么公什么众啊，去搜索腿姐侃财经就可以关注到。不收费的啊，大家不用担心。如果有任何说要向你们收费的，都是骗子，好吧？好，那么今天呢，又来跟朋友吃饭了啊。来看一下，就在这个地方吃鱼，我还暂时没有进去，因为给这位朋友点拨了一下，硬是要说过来请我吃饭，盛情难却啊。因为也在公司附近，所以就没有过多的推辞了。想着可能吃完喝点酒之后，可能又发视频有点晚了，所以紧赶着先出来给大家录了吧。大家也知道啊，我的工作因为经常要接待一些调研人员，平常应酬确实也比较多，所以我都是尽可能的缩减社交好吧。但是因为还是每天有很多的朋友等着看腿哈，所以呢还是尽量抽出时间来跟大家聊一下。切入正题吧，聊了半天才切入正题啊。今天聊两个不被大众所重视的板块，好吧，有一个甚至可能现在很少有博主讲的一个板块。第一个呢就是天然气。天然气相比石油而言今年的能源危机，天然气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欧洲呢是这次能源危机的正中啊。有数据显示呢，截至9月底，欧洲天然气的产量同比是下降了15%，此前在2020年同比是下降了7%，所以市场供给是极度的紧张的这也是天然气价格大幅度的飙升的一个原因哈。那么作为欧洲最大的能源供应国，俄罗斯最近表示也已经就是说要在价格飙升之际来稳定能源市场，并预计呢，俄罗斯今年会对欧洲的天然气的出口量会创新高。但是我认为俄罗斯或许难以成为欧洲能源危机的这个救世主因为冬天快来了，欧洲地区可能今年会增加高达200亿立方的这个供暖需求。一方面，俄罗斯本身它自己也需要库存另外一方面，现在俄罗斯可能还要加大对我国的一个出口，导致现在俄罗斯国内自己天然气市场的这个供应也出现了很紧张的一个局面。所以未来天然气的价格仍然是具备上涨的动力。A 股市场最近天然气板块是走的有所波动但是市场的需求和涨价的逻辑在那里，就摆在那里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视。好，这是天然气板块。那么还有一个板块呢，就是你们可能一定是很少注意到的那就是冬奥概念办奥运会是非常的费时费力费钱的。那么咱们上一届这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上一届的奥运会可以说办得有点惊天地泣鬼神不仅可能没赚到钱，而且它的疫情防控也不是非常好。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咱们疫情是世界上防控最好的咱们疫情是防控最好的一个，所以咱们即将举办的冬奥一定是非常受全世界所期待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冬奥会开幕还有3个月的时间，我翻看了一些这个北京冬奥会的一些相关概念现在涨的并不多，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上一届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就是有一家做福娃的这个公司，它的市值你们可能都想不到，它可是涨了10倍这是咱们不说10倍，打个对折行不行？再不济再打对折的对折，对吧？3个月时间。对折的对折也很值当了，当然选对了赛道，还要选对标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些北京冬奥的一些概念说就是现在的主力资金也在挖掘能够讲故事、讲情怀的这些概念。无论从外部环境、内部防控这次冬奥是一定会让相关的一些公司赚得盆满钵满。那么有哪些相关概念的标的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互动一下，好吧？我得先进去吃点热乎的了，今天有点冷，出门不知道这么冷直接这是车上车下只穿了一件失策了。好，那么就先到这，我们下期再见，拜拜。